歡迎返嚟獨裁，令你有錢嘅地方。喺中美關稅宣布暫緩90日之後，無論係納指定係恒指咧，都迎嚟一個超強嘅反彈。我相信咧，你可能都會諗一個問題，就係點解嗰時唔買多啲，又或者話點解嗰時咧會賣晒自己所有股票走。所以今日咧就想同你傾一個好緊要嘅問題，就係到底咧你點樣先可以確保自己咧喺市場上面賺到最多嘅利潤。咁如果你覺得今日講嘅有用嘅話，都記得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一聲。咁首先第一樣嘢我哋非常之重要，一定要理解清楚嘅嘢就係咧，如果我哋買嘅股票太貴嘅話咧，咁只要呢個市場一有一啲風吹草動呢，咁你好容易呢就即刻會買咗啲股票走，因為你知道自己其實買個價錢十分之高，所以亦都有機會呢會因為一啲小嘅波動呢而迎嚟一個十分之大嘅虧損。咁所以第一件事就我哋先要確保呢自己買股票嘅價錢呢並唔會係喺一個極之唔合理嘅水準嗰度佈局。咁如果呢我哋可以有啲耐性，可以永遠呢淨係等呢啲股票呢去到一個估值合理而且唔過分嘅水準嗰度呢先買入嘅話呢，其實就已經可以大幅咁樣避免咗呢自己喺一啲小波動度呢賣晒所有持倉嘅風險。咁所以第一件十分之重要嘅嘢就係我哋永遠只可以呢喺一間公司嘅股票估值合理嘅時候呢先大手佈局。反之嘅話呢，其實我哋係唔應該呢趕住呢去追高買一啲貴嘅股票嘅。咁而第二件事就係呢，我哋都要明白到呢，無論係市場點變化都好呢，我哋都冇必要係要全部股票都賣晒佢嘅。咁因為個原因好簡單，就係我哋永遠都會知道，其實成個市場呢，只要經濟持續發展嘅話，無論中間經歷任何嘅衰退、戰爭、乜嘢嘅大變化都好呢，咁其實佢最終呢都係會反彈翻去一個更高嘅位置。咁所以呢一個就係點解呢？如果我哋知道市場永遠都係向上嘅話呢，我哋係唔應該呢喺任何時刻呢清倉自己手頭上面所有嘅股票嘅。咁當然你話如果係一個相對危險嘅位置，我哋應該點樣做呢？其實我哋只需要諗呢兩個十分之重要嘅問題。咁第一個就係到底呢我哋手頭上嗰啲公司呢，有冇邊一間呢現價係遠遠高過佢應有嘅價值嘅？咁講緊嘅就係呢，而家佢嘅價錢呢，會唔會係已經呢計入咗佢未來呢持續10年甚至乎20年高成長？咁如果你發現係有一個咁高嘅預期包含在內嘅話呢，可能去到 PE 已經去幾百倍以上嘅話呢，咁其實呢喺一個相對高點嘅時候呢，你係應該要減倉嗰啲公司嘅股票嘅，而係唔需要考慮咁多嘅。咁而第二樣嘢就係呢，你都要諗呢，到底呢你手頭上面有冇邊一間公司呢係基本面將會喺未來嗰5至10年呢大幅咁樣變差，然之後逐漸俾市場淘汰。咁如果有嘅話呢，咁無論市場點變化都好呢，你都唔應該猶豫，都係應該要賣住嗰間公司嘅股票嘅。咁如果你發現當你望晒手頭上面所有嘅持倉，任何一間公司呢都冇話佢嘅價錢係遠遠高過應有價值，亦都冇話基本面會嚴重衰退嘅話呢，咁其實你就冇必要呢去特別去買咗一啲公司嘅股票。咁你只需要呢靜靜地咁去繼續持有呢，就已經足夠啦。咁而呢樣嘢呢，亦都引申到第三點，就係你可能會諗，咁係咪每次當有市場大波動嘅時候，我就應該要做買入嘅操作呢？咁呢樣嘢呢，其實就唔一定嘅。我會話，就算你知道可能關稅有機會係一個短期嘅風波，有機會呢可以係因為一個消息而反彈都好呢，都唔代表呢你要喺佢大回調嘅時候呢夾硬去買一啲呢估值唔合理嘅公司嘅。咁相反，喺一啲咁嘅時間呢，你係應該專注呢去揾一啲現價唔過分，而且買完之後呢，無論未來係唔係熊市都好，你都唔會有機會遭受到大幅虧損嘅一啲公司。咁呢個先係更加重要嘅一樣嘢。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呢，點解喺大回調嘅時候呢，我優先係唔會揀 Tesla 或者 PLTR， 反而呢係可能會去佈局呢 Nvidia 或者係 Amazon 呢啲公司。咁嘅原因就係呢，其實呢同前兩者比較呢，其實後兩者呢嗰個股價嘅水平係冇咁高嘅，亦都係相對比較合理啲。咁換言之就係呢，就算真係未來真係進入熊市，真係經濟蕭條都好呢，其實後兩者個跌幅呢都會比前兩者嚟得要少嘅。因為個原因就係當一間公司計入咗越多嘅高成長，越多嘅本夢比嘅話呢，咁其實去到最後調整嘅時候呢，佢嘅跌幅呢都一定係會大幅咁去領先成個市場嘅。咁所以喺一啲市場大回調嘅機會呢，我哋係應該要把握機會呢去望下有冇啲咩公司超值，值得加倉。但係呢就唔代表呢我哋要加倉一啲呢估值過分或者偏高嘅公司。雖然
嗰啲估值過分嘅公司呢，有機會呢會喺成個市場反彈嘅時候呢升非常之多。咁但係呢，其實如果你而家繼續觀察翻呢，頭先我講一啲估值相對合理嘅公司呢，其實佢哋同樣地呢都會喺呢一個關稅緩和反彈嘅時候呢，得到一個極之可觀嘅漲幅，而且係完全呢唔會話差過呢一啲投機類型嘅公司好多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你第時仲有呢啲咁嘅機會，譬如話你發覺呢因為消息面而大幅下跌，或者呢因為一啲呢波動呢而出現一啲好嘅投資機會嘅話呢，咁你係應該優先去選擇一啲呢現價合理，而且未來呢有機會隨住市場收復呢而迎嚟一個大幅上升嘅一啲公司。咁最後第四樣嘢呢，就係你都要諗一個問題，就係其實你一定要知道呢，到底當下嗰刻嘅大跌係因為消息而引致，定係因為基本面衰退而引致？如果你話好似之前4月咁樣，單純係因為呢一個關稅消息呢而引起恐慌，然之後大跌嘅話呢，咁你都仲可以呢加倉一啲叫做估值合理嘅好公司。咁但係呢，如果你話你發現其實係成個經濟呢明顯係下行嘅，即係你真係見到呢通脹開始變得嚴重，消費者信心越嚟越低，就業率越嚟越差，然之後你發現呢美聯儲係有機會唔減息嘅話呢，例如你見到呢啲咁嘅情況嘅話呢，其實你就冇必要呢急住去加倉公司嘅。咁講緊就係就算係一啲好公司都好呢，你都冇必要去急住加倉，因為個原因就係如果一個市場係即將因為基本面衰退而大跌嘅話呢，佢係絕對冇可能可以喺1-2個月之內呢就大幅反彈翻去原有嘅位置度嘅。咁所以呢一個係十分之重要，你一定要判斷得到呢，到底當下嗰刻嘅跌幅係因為基本面定係因為消息面。咁如果係前者嘅話呢，你就冇必要呢去特別去急住去加倉嘅。咁而點解我今日會專登去講呢一樣嘢，就係因為我都覺得有十分之大嘅機會呢，喺未來呢幾個月呢就會出現一個因為基本面呢而大跌嘅時間。咁喺嗰啲時間呢，可能你就會即刻諗翻而家關稅因為消息面大跌嘅一個局勢，之後就決定呢話覺得哇好正，有回調，只要買入嘅話一定賺非常之多錢。咁但係事實上，如果呢下一次嘅大跌係因為基本面，而你同樣呢係用因為消息面大跌嘅邏輯呢，咁去決定買入去撈底嘅話呢，咁好遺憾地你可能就會經歷一個真正嘅虧損，而且呢有機會要等1-2年呢先慢慢可以整理，然之後恢復翻向上嘅軌跡。咁樣嘅話呢，你就會損失咗大量嘅時間成本。而更壞嘅情況就係呢，有機會喺經濟衰退緊嘅時間呢，你已經忍唔住呢用一個超級無敵大嘅折扣呢賣晒你手上面嘅持倉出去。咁樣嘅話呢，你就會血本無歸，輸得十分之嚴重啦。咁所以呢，你一定要記住，喺未來再次見到一啲咁嘅大跌嘅話呢，你一定要諗清楚到底嗰個大跌係因為消息面定係基本面。而如果你發覺係因為基本面，因為經濟衰退而大跌嘅話呢，咁你記得千祈呢就唔好急住入場，反而呢，你係應該要慢慢去等呢一個真正好嘅機會，一個真正做底嘅機會呢，先再去佈局去買入更多嘅股票嘅。咁至於你話點樣可以判斷呢經濟景氣呢？咁可能就留翻未來嘅其他集數呢，先再去同大家去講呢個問題。咁希望呢今日講嘅嘢可以幫到你呢去判斷到底自己應該幾時撈底，應該買乜嘢股票，同埋應唔應該撈底呢3個重要嘅問題咯。咁都祝你可以賺多啲錢，然之後避過未來呢任何潛在嘅大跌。我哋下次再獨裁同你講下錢嘅問題。拜拜。